书或许会感觉啦可能第一段、第二段拢是咱济公老师讲的，因为一直咧讲显道，第三段的话咱看做清楚，一直咱亲显书所以讲既然亲显书的话呢，就是咱的老先王会甲咱鼓励啦伊甲咱讲，看到显书行伫修道的路上，有时快乐欢喜，有当时咧。嘛会变受用所以讲咱人生这条路无可能讲非常的平顺但是呢，重点就是拄到这个逆境咱所讲的，其实这个逆境就是咱以后修行的一个大起的一个基础所以讲这好学的，依照咱志工老师甲咱讲的伊讲咱拥有的就是家己。所以爱好好的善用咱家己的身躯，用着咱的心念来好好做自己应该做的代志。那当然咧，咱今仔应该做就是爱收起着咱遮无好的脾气、无好的毛病，因为咧，遮就是咱这世人所必须爱做的一个必经的路途啦那到后壁遮咧，咱的前王跟咱讲现书毋通三心两意看道路，而且咧爱甲咱想开，毋通惊艰苦，因为仙佛菩萨会做咱的靠山，只要咱认真去上班，那么咧咱的前途一定是光亮的好，因为搁讲这时间，咱请到咱的林浅显来帮咱带动这条歌。